觀音開庫咧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嘅時候，喺當時南方嘅廣東嘅民眾咧會喺正月26呢一個日子舉行一個生財會，寓意生生猛猛、財運亨通。咁啱正月26咧，其實又係白衣觀音誕，所以喺舉辦生財會嘅同時咧，民眾都會拜觀音，祈求健康同埋財運。之後就慢慢演變成我哋今日嘅觀音借庫呢一個傳統嘅習俗啦。除咗係借健康同埋財富之外，其實大家仲可以借人緣啦、學業啦同埋智慧嘅。喺我哋東華三院屬下嘅廟宇舉辦觀音借庫期間呢，我哋會喺廟宇入邊咧擺一個生財陣，令到善信咧喺新嘅一年沾上好運。善信喺借庫當日嚟到我哋嘅廟，首先可以同我哋買咗一啲開庫嘅物品啦，再同觀音娘娘誠心許願，就可以去行個生財陣，跟住摸埋庫銀。每間廟嘅庫銀其實係有唔同嘅銀碼嘅噃，庫銀嘅銀碼咧亦都代表住觀音回應善信期許嘅程度。隨住時代嘅進步，同埋受到早幾年疫情嘅影響，民眾嘅生活其實都開始電子化、線上化。為咗回應呢一個需要咧，我哋都突破咗呢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嘅傳統框架。就喺2021年，我哋開始咧就增添咗一個創新嘅服務，就係線上嘅觀音借庫。等善信咧可以喺借庫嗰一日咧留喺屋企，都可以進行到觀音借庫，仲即時知道呢一個網上借庫嘅結果。喺活動結束之後，善信只需要憑住電郵到自己選擇嘅廟宇，就可以領取返借庫嘅福物，又或者可以選擇速遞寄送俾大家所填寫嘅地址，都一樣咁方便㗎。喺過去幾年嘅觀音借庫服務，我哋其實都係用平郵嘅方法咧，將善信借庫嘅福物寄返俾佢哋。但有時候我哋都收到唔同嘅意見反映，就好似有啲話收唔到件啦，又或者需要自己去攞啦，唔夠方便。所以嚟緊嘅馬年，我哋選擇咗同順豐合作。佢哋喺香港有強大嘅物流網絡同埋先進嘅科技配套，提供到俾我哋善信實時嘅物流追蹤，等我哋嘅善信可以安心選擇以速遞服務去領取佢哋嘅借庫福物。